后来，这个防疫到了关键的时刻，台大公卫学院提出着建议，呼吁全国爱动起来。不管任何的集会甲活动，人甲人之间一定要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。若是做袂到咧，那呢，所有参加的人一定要挂喙罨。目前国内已经有社区传播的警讯，因为4个社区传播的定义，台湾已经出现其中2个。一个是已经出现着不明的感染源，一个是本土的病例已经超过境外传入的病例。所以来采取着更加积极的防疫的对策，确实是真有必要。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台大公卫学院提出这个理论。无毋对，就是1公尺，像真侪台湾人真爱排队，而且拢真晚。因过为了防疫，应该为离一步，扭大到离1公尺，所有集会活动拢是同款的标准。差不多是2个人的肩膀宽这样，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距离调好以后，改变我们人跟人互动的方式。在公共场所做不到1公尺间距的要求的空间跟活动，所有的人员全程都要戴口罩。会安尼建议，就是因为社区传播4个定义已经有2个符合啊，分别是无度找出感染源甲本土的感染病例超过境外移入的病例，特别已经出现社区传播的警讯。另外2个定义出现持续的传播链，甲广泛发生集中的事件，敢会发生也毋知影。防疫关键时期，大家上好是离较远的较安全。